伫咧新北市新店14张这档的民众，今仔日查文书工作者来到内政部营建署门口召开记者会，因指控新北市政府伫遮进行开发计划，拢无参考到在地居民的生活习惯甲历史背景，因是要求讲内政部就要退回这项开发的计划。 新北市新店区14张的区段征收开发案当咧进行。3月18， 14张在地居民甲文书工作者伫内政部营建署头前开记者会，因讲新北市政府的开发计划拢无按照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甲历史背景，要求内政部爱撤回新北市政府的开发计划，嘛爱新北市政府爱甲居民对话，才来重新规划。按照新北市政府即摆的规划。 这份宽纵线南机场以北青色的部分，按算是公园用地；南机场以南蓝色的部分，要来当作住体甲商业使用。受影响的地主上少有400人以上。不过因为这内底大部分拢是农地，所以只有差不多10户徛家。这个黑线是捷运局的机场的围墙，很高，3公尺、4公尺高。这里是庄金高中的围墙。 这里是快速道路，你觉得这个公园究竟给谁用？没有公益性，不止边陲，而且根本没有通路，只有民生路一条路。民生路不要以为是路哦，只是5公尺的小巷子。那是公园设置的地点有问题。新店区中山里里长表示，新北市政府的规划会让在地旧厝门楼、老树、木地等等拢消失，也是需要刷位。 比拼起一座奥迪高的大公园，若是把原本需要刷位的古厝4块位变做小公园，应该是较好的方案。这么多年来，他们倒是都没有来这边跟大家沟通，也没有来现地看过哪些东西是适合保留的。可能因为对于规划人来说，他们可能对于植物不了解。 对于历史文化不了解，那所以当然画出来的东西并不符合现在现有保留的一些东西。新北市城乡发展局是表示，设一个无伫咧主题区的大公园，是因为公园地下按算要做污水处理场，针对甲古厝边变公园的提案，是会使纳入评估。因为这边部分我们地上是要做公园，那地下是要做污水处理厂，那污水处理厂的面积可能就是要比较大，因为它是要分担那个巴黎污水处理厂的能量。新北市政府表示，过去有办过说明会甲公开展览，迄时阵的参加的地主是无啥物反对的意见，是到较尾才有文书工作者甲居民提出异议。即马有要针对手脏保存的问题来改变计划，古厝门楼是计划要刷去公园去，做淡化的部分目前是无计划要搁开。记者郭碧君、张若水新北报道。